嗨，喜欢刺绣的朋友可以看过来，跟大家介绍我们家刺绣的衣服。这是这一款新到的老鹰和一条青龙，很漂亮，非常的特别。有2个颜色，一个是黑色，我身上这个黑色，一个是白色，黑跟白。然后尺码呢，从 ML、XL 到加大的2L、3L 都有。纯棉的，质料非常的好。然后它里面刺绣，有些人会怕说，会觉得皮肤觉得痒痒刺刺的，可是它不会，因为它里面还有多一层布，所以你穿起来不会觉得刺刺的感觉。哎，质料都非常的好。觉得喜欢吗？欢迎来中立牛仔村找我，保证给大家特别的优惠。喜欢吗？欢迎来找我。